前一排啦，我可以直接同你講，即係可能有少少變態，有少少 CLS 成件事，但係我願意同大家講長啲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話說嗰陣時咧，爸爸小幫手、媽媽小幫手成日都唔係偵探社啦，咁成個偵探就得我同妹妹小幫手啫。咁佢哋因為工作關係啦，或者可能因為親戚關係啦，就直頭唔喺香港添，係咯，即係直頭唔係經常喺度，可能一個禮拜先喺度一日啊，或者會翻嚟一日啊咁樣。咁媽媽小幫手再耐啲啊，嗰段時間就翻咗去貓之國啦，咁去揾啲發貓之國去同啲親戚一齊住咁樣啦。咁變相嗰陣時咧，有曱甴點算咧？我直接整死咗之後咧，我係唔敢掂佢咯。跟住起碼擺去3-4日變咗木乃伊咧，即係好彩就咁啱爸爸小幫手會翻嚟偵探社，可能就會幫手執啦。即係一個唔覺意唔好彩嘅咧，咁就係啦，咁就會變木乃伊啊！嗰啲曱甴。咁最大問題係咩啊？最大問題咧，有時我哋唔記得啦，即係我哋咧會提嘅，我同妹妹手都會提對方嘅。哎呀，嗰度我噴咗曱甴啊！嗰個位唔好行啊，有殺蟲水啊！嗰位有隻曱甴啊！即係呢啲好正常啦。我最癲有次係咧，我噴完之後，即係全屋都知啊，即係得2個人啦，全屋都知。廚房嗰個駁位，我噴咗殺蟲水，嗰度有隻曱甴。跟住咧，我第2朝起身喎。我唔記得咗，跟住我踩落去，咦？點解有啲油油地一笪地？屈頂大件事了！尋日噴咗殺蟲水，成地都係殺蟲水。即係正常我哋係會攬過嗰個駁位咧，因為個駁位大家可以想像係嗰啲入廚房有一級咁樣啦，因為嗰位正常係攬得過，好窄嘅啫嘛嗰啲。即係我嗰下我唔知下意識啦，我又冇戴眼鏡啊，朝頭早咧啱啱瞓醒嘛，跟住睡眼惺忪、咪咪蒙蒙咁樣咧，一嘢踩咗上個駁位度。好彩不幸中嘅大幸啊，我係冇踩中隻曱甴嘅，即係如果踩中隻曱甴，一隻腳就可以唔使要。